9000幾人咧去咗大球場破今季本地波嘅入場紀錄。咁基士文同不特嘅吸引力大啊嚇，咁但係南華咧最終都0-1輸俾大埔啊。不特異形啦，轉個身，38號係基士文。蘇沙搭得幾實啊，踢落又係咪融入到呢？基士文彈俾劉念日頭槌頂前，基奧雲尼加一腳追啊，俾人清出界。默契仲有待建立啊！基奧雲尼一交，基士文人前波後，拼搏就有嘅，我嚟啦！從後踢跌對手，球證話香港咁矛唔得㗎噃，係咪諗緊咁都冇牌好彩呢嚇？不特都好落力㗎，俾人成份兜起，繼續眼望前面揾人嚟斬，基士文越咗位，慢慢先見到基士文喺射程範圍真正 hold 住個波咋，話口未完。不過南華本身射門都少㗎，基士文漏咗後面嘅基奧雲尼，終於中籠咯。偏偏基士文射腳嚟睇下嘅機會都冇啊！佢加不特月薪7位數字港元，而大埔嘅祖利亞加基頓就等於個位數係1字啊！大埔24分鐘領先1-0，基士文單打獨鬥只足夠博到角球同埋掌聲。華人射手陳少琪呢腳更值得拍多2下手㗎，爭啲考起彭子健。角球揼中門楣嘅不特，跟住交俾基士文，佢兩個有人叫不基，有人叫不文組合，但係首場合作只能夠帶嚟不勝嘅戰果。31歲勉強射完嗰腳被換走啦，反而35歲嘅不特踢足全場，對飛馬時入過罰球。但係今場唔得咯，南華輸0-1，聯賽第2次輸波，暫時領先傑志2分，但踢多一場。